澳門社會總體治安態勢長期保持穩定，嚴重暴力犯罪持續保持極低案發率，反映出警民雙方嘅共同努力下，澳門社會安全韌性良好。聽住，你個女喺我手上，想要佢冇事，就準備1000萬嘅加密貨幣。爸爸，救我啊！爸爸！廳長，喺今日0800，我哋接到一名男子嘅報案，報稱佢女被綁架，綁匪要求贖金價值1000萬嘅加密貨幣。報案人收到一個電子郵件，入邊有個女被綁架相同埋一段錄音。我哋喺棄置嘅車輛入邊揾到一個懷疑作案人嘅指紋，而且透過通訊軟件追查同錄音分析，初步鎖定藏身地點喺一啲工業區附近。姐聽，我哋呢邊呢起到一名可疑人士嘅身份，另外一邊就靠你啦。好，我叫跟蹤隊落地，低調排查，鎖定目標範圍。C 隊發現第2名綁匪，確定佢嘅行動軌跡同埋活動範圍。大家聽住，呢班綁匪咧有極高嘅反偵察能力，我哋跟嘅時候咧冇打咁貼。佢哋每日都刻意去到好遠嘅地方買飯，而且佢哋每次都會用現金。睇水啊，仲瞓覺，食飯啦！揾到相吻合嘅外賣飯盒，進一步鎖定目標區域。A 隊唔好跟上巴士 ，B 隊補上。鎖定咗重心大廈，而家仲差單位。早講啊，4樓呢個行嚟行去，但係覺得好辛苦啊嘛。哎呀，我而家行翻落嚟啊，等我啊。得咗，鎖定埋目標單位。通知特別應變隊。司機，講低電話。阿 Sir 咩事啊？
司警嚟啦！唔使驚，我哋係司警嚟救你㗎。跟蹤嘅去設啦。收到。喂，老婆，我今晚可以翻嚟食飯啦。好啊，我同阿女幾日都冇見你啦。爸爸，爸爸，好掛住你啊！我都好掛住你啊。